午餐变成下午茶。再说了，我点的是人吃的东西，不是这些。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们今天吃的饭菜全都免费。哼，你把我们饿到现在还想收钱啊？哎，你这儿是不是进水啦？赶紧收拾干净，走人。哎，你说他凭什么配得上我们的男神叶家，还有股神李欢？你说他到底是绿茶的，还是花茶的？这又没胸又没屁股的，要不拍个照片发到网上问问？过来。你干嘛偷拍啊？送餐迟到是我的错在先，你骂我就忍了，你又偷拍又搞人身攻击的，你们又是什么品种啊？你放手，还给我！还有，带上你的垃圾，滚出去！你们不是说这些不是人吃的东西吗？我看这些东西啊，就该给你们吃。你骂谁呢？我骂人了吗？Sorry， 一时嘴快没忍住。你看，先是男神，又是股神，这会儿连小鲜肉都去招惹。各位阿姨、大姐，想必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吧？像刚才那样的泼妇骂街行为，不用顾及公司形象吗？阿姨、大姐，泼妇，好男不跟女斗，闪！别走啊！对不起啊。什么女人呢，这么没礼貌？你好，我叫黄辉，25岁，硕士在读，本市户口，单身，白羊座，无不良嗜好。你相亲呢？我叫冯峰，刚才谢谢你啊。你就是那个网络小说家冯峰啊？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和我妈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真的？真的。你在这工作啊？没有，刚来面试，本来准备来这工作，就在刚刚放弃了。为什么？你想和一群泼妇一块工作啊？Sorry 啊。饿了。好了，把手拿出来吧。我这左手已经被你打得手无完肤了。那就换另一只手呗。别动！别动！你叫什么呀？疼！哎呀，成功了！Yes！ 我来帮你。不用，今天你是我的客人，快坐。哇，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嘴巴还真甜，快尝尝吧。好吃。慢点吃。幸好不是周末，要不然我真没有办法享受你们的 VIP 待遇，有老板娘陪我一块儿吃饭。就算是周末，你也是绝对的 VIP。真的？我这店里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谁说的？我这个忠实顾客不就来了吗？快坐。哇，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还把我最爱吃的菜都做好了，抱抱。好了好了，来了新朋友。你们的口味都差不多，快吃吧。这谁啊？这位小姐，我这么大只在你面前坐半天了，
你看不到吗？你好，我叫任静。黄辉，静静是我们店里的常客，救死扶伤的人间天使，未来的大医生。就他。黄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今天帮我解了围的大安人。就他，手无缚鸡之力。黄辉单身，硕士在读，白羊座，本市户口，无不良嗜好。你把我的自我介绍都记下来了？哪有人这么自我介绍的？移动版人肉征婚啊！哎，你今天第一天工作怎么样啊？别提了，老板长什么样都没看到，那你没见到，怎么给人家看病啊？隔着块帘子呗。现在的有钱人真是任性，也不知道他是到底长得有多丑呢，还是毁过容呢，还是脸上有个疤。换位思考一下，还不知道是谁长得丑。喂，小美，你到了没？我已经武装好了。你放心吧，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红。昨天从机场回来，一个人都没有认出我来。好了，快点啊！是否与叶波断绝了联系？你们还会联系吗？电影《拐个黄金回》现在停止拍摄了，你怎么看？你的前男友李欢呢？在国外是吗？跟他还有联系吗？可以回答一下吗？不是，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柳儿，怕什么？抬头挺胸，朕难得为夫出巡一次，受万人敬仰，这是理所当然的。走。皇上，皇上。这么大个家，说没就没了。也不知道叶波他过得怎么样了。我怕你忘了回来，不记得我在，你就像天边的云彩，我无法将你拥入怀，陪你看的那你还是那么美，还是那么眼光四射，而我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猕猴桃。这是什么地方呀？哎呀，皇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这是何物？怪物！天下竟然有怪物！阿皇，我的。皇上，你要干什么？不要过来！站！胸口碎大石！哇！嗨！美。
皇上，月之下，疼！哦，这明白了。哇，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好了，哎，这让你当这个天生无畏保驾护航。这位公子啊，请问你尊姓大名啊？福生。福生，当家。是。峰峰，我想来这儿做兼职。喂，打工还是泡妞啊？店里就小猫2、3只，用不着你帮忙，也没钱付你薪水。我说过要钱了吗？我是来体验生活，做义工。峰峰的店虽然不挣钱，但也不至于悲惨的要你来做白工，动机不纯。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都是这个家伙给我气的。没事儿。也许在你们的眼里，我做的是个赔本生意，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生命。但其实我开这家店，是为了等一个人。等一个人？等一个不知道是亲人、是爱人，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所以说，这是一间纪念你跟那个人有着共同回忆的饭店啊。你把他做给你吃的所有菜式保留下来，等他回来。来，我们为了峰峰的长情，还有可歌可泣的爱情，干杯！为我等的那个人，干杯！干杯！等一个人。起这么一个名字，难怪生意不好。我收了他的店，算是帮了他。老大，你生意做这么大，何必难为一个小店主呢？我不想因为心软而影响我对工作的判断力。做生意要的就是快、很准。疼！老大，你是不是心疼了？我心不疼，我这里疼。老大，你放轻松一点，像我一样笑一个。你说你找这傻大妞给我扎得皮破血流的，你还有脸让我笑？这个静静呢，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是她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可靠老实人。还有，你说什么她就信什么，绝对不会怀疑我们什么。哦，对了，还有，行了，静姐她不是老大，你听我说，静姐车。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放传单吸引顾客，让我们的餐馆永远经营下去。哦，已经变成我们啦！你很烦哎。哎，峰峰，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态，发放一些优惠券，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店的菜不仅美味可口，而且经济实惠，并且还价廉物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以。真不可思议啊！你们经过几个回合的征战，终于达成统一战线了。那我们的海报可以按照这个样子来，春秋乐园的春游记。可以。那我们这几天就开始吧。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赶设计，明早交给你确认，然后再让我同学帮忙加急打印，最迟明天中午，我们就可以开始发放。好，明天中午春秋乐园广场那里人流量大，年龄层广，消费人群最合适。
就这么决定了。哎呦，这可是头号行动派啊！老天爷啊，我峰峰是何德何能，居然有幸能遇到你们2位。我峰峰别的不敢保证，但只要等一个人不倒闭，你们永远都是我这里的 VIP， 以后终身免费吃饭，一辈子都可以吃你做的饭啊！一辈子。耶！爸爸。出去！你这个妖怪，滚出我的肉体！滚出去！你这个妖怪，你给我出去！给我出去！我实话告诉你，你是你，我也是我，别练什么神功了，白费劲。你，冉冉求见拓跋将军。将军，还未有皇上和柳儿的下落，已加大搜索范围。好。另外，太后娘娘那边也按照您的吩咐押入了天牢。妙芝，妙芝怎么样了？把妙芝怎么样了？将军，别过来！我练功反噬，需要休息，退下。退下！是。你这妖怪，把我的妙芝怎么样了？想要你的妙芝平安无事的话，你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别打我的脸！退下来。是。冉冉拜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您受苦了。冉冉从未想过陷您于不义，只是奉命行事。还请太后娘娘看在拓跋将军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原谅冉冉的所作所为。他害得我骨肉分离，国破家亡。你觉得他的一往情深，我还受得起吗？拓跋将军谋逆是有违君臣之道，可是他有他的想法，奴婢不敢妄加评论。只是最近将军越发奇怪了，他时不时抽打自己的耳光，还动不动怒骂自己。奴婢想，他的内心也是极为挣扎和痛苦的。但愿他还有那天没被恶魔泯灭的良知。还是没有元宵的消息吗？好，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逃得远远的，即便今生再也不会相见，
也好过做亡国奴。我冯妙真一生经营，不仅败给了妹妹妙莲，丢了夫君，连他的国家也守不住。现在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行踪不明，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太后娘娘，还请您好好保重。放心，一天没有元宵的消息，我死也不瞑目。哇，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皇上，母后，太后娘娘，灵儿给您请安了。说，报上。太后娘娘，太后娘娘，灵儿在这儿。太后娘娘，灵儿，母后怎么成这样了？太后娘娘好像被妖魔困住了，她听不见我们叫她。灵儿，太后娘娘，我们在这儿。灵儿。朕看她并非母后，只是长得像而已。皇上，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万万说不得。皇上，柳儿想起来了，皇上，以前柳儿常听冯昭仪总是说什么回现代，回现代。看这一天的遭遇，柳儿突然觉得这儿就是他说的现代。冯昭仪，冯昭仪，你是不是在这儿啊？柳儿好想你啊！阿秋，柳儿啊，父皇他突然就消失了，而且下落不明，会不会也在这里呢？有可能。冯昭仪娘娘曾经跟我说过，说她要把先帝拐到她那个现代，好好的凌辱。啊！欺君罔上的妖物，皇上，冯昭仪，这出了酒托！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柳儿求你了，冯昭仪待柳儿是极好的，皇上，柳儿求你了，看在柳儿的面子上，不要诛她九族。而且，如果冯昭仪说的是对的话，那么太后娘娘可能就在这儿。大胆妖孽，你给我放了我母后！不然这就诛你九族！皇上，我们小声点儿，太后娘娘可能是被那个黑匣子给困住了，我们要想办法把她的肉身给救出来。肉身？母后，儿不孝，大姐救不了您了，儿不孝，儿不孝，母后。皇上，我们一定要把太后娘娘的肉身救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宝宝，我家就在这儿了。现在也挺晚了，你家里人也该担心你了，快回去吧。不行，我一定要送你到门口。从这儿到我家就10米，我一个人真的可以的。那好吧，我先走了，记得微信我。回家就微信你。哎，出租车！记得发微信哦。放心，一定。拜拜。走了，师傅。
师傅，停车！峰峰，峰峰，大人别打脸！峰峰，别哭别哭，是我，你看，是我。哎，芬妮。 不好意思啊，记者追得我很紧，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对不起啊。没什么对不起的，挺刺激的，好玩。哎，有件事儿，我真的挺生你的气啊。什么？你失踪那么久，你也不联系我，我也不看八卦杂志，完全不知道你在哪儿。哎呀，别生气了，我这回来第一个见的人可是你。算你还有点良心。哎，不走了吧？ 不走了，想家，想朋友了，也想回来拍个戏过把瘾。那你听说拐个皇帝不拍的事儿了吗？叶家破产，叶伯父失踪，叶伯只好撤资了，把钱都给了叶伯母和家里人。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那叶波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总在什么八卦杂志上看到他做头条，说他什么买醉啊、流浪街头啊，还在牛郎店打工。哎呀，你知道的，八卦记者嘛，就爱无中生有。他怎么可能去当牛郎呢？就他那身材，行了，他充其量就是只牛宝宝嘛。你别说那些好听的话安慰我了，反倒是。 我很担心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这腰好腿好精神好，吃嘛嘛香。行了，你就别跟我逞强了。李欢呢？找到他了吗？你还在等他？什么情况？ 车里的人，请立刻下车！车里的人，请立刻下车！你别害怕，我去看看。好，你去看一下。喂，小美。 我出事了，你没事吧？吓坏了吗？没事。有没有受伤？没有啊。是我太大意，我没想到生命的路上也会有危险，都怪我。王峰，你们俩有问题。没事了啊？不是，峰峰，没事了。你没事吧？你牛啊！我真没事儿。哎。 是我。小心我状告太后娘娘，说你欺负人，是你的罪。是。你耍流氓啊你！苍天呐，大地呀，小柳儿的明天可不能毁在你身上！流氓，你在什么？ 是。
为什么不回复啊？到国外去读书，居然成了代购小富婆，一忙起来你就不回复我了，是不是？嗨，认识你很高兴。短短一天发生了好多事，期待我们的明天更加精彩。都怪我，是我太大意，我没想到神秘的路程也会有危险，都怪我不好。好像每个人都在前进，向前望，开始了新的生活。猪猪去了国外，叶佳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芬妮回国继续发展。好像只有我还在等你，小公狗。我突然间发现，原来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但是我依然会傻傻的呼唤你，等待你回复我的那一天。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过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只剩我独自面对。我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我居然会舍不得？难道我真的有那方面的问题？不是，我明明很 man， 怎么可能是变态或者是异装癖呢？为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好了，大哥，你不要再想了，再想你皮肤又开始老化了。给我，给我！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说！我的这些癖好，是不是跟我的病有关系？难道我真的是……你脸红了，你有反应？难道我真的是……变性人？小朋友，你们都是什么人？你们是在拍戏吗？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拍戏？乞丐吧？乞丐？乞丐能穿成这样？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街头卖艺？站着一身至尊黄袍，如今到了这现代，就成街头卖艺的啦。挺有意思。看什么看？大胆刁民，还不下跪！此乃95之尊，还不下跪！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呢？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喂，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嘿嘿，所谓入乡随俗。我们要变身，变身！嘿，哎呦，这干嘛呢？哇，百分之百的回头率！美味可口，经济实惠，欢迎光临。经济实惠还来你本店特别优惠，最近啊还推出了新产品。好不好吃啊？一定要在那里招待我们呀！啊，小帅。哎呀，我到你们家店能不能看到你啊？我们拿着这个传单去你家吃饭，能不能有优惠啊？就是啊，给我便宜点。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欢迎你们来等一个人吃饭，等一个人吃饭优惠更多哦！来，给我来一张这个。帅哥，好，我看看。
一定要来啊！约会多多。美人，小鬼，你站住！撞人怎么不道歉呢？快跟我道歉！大胆救命！你给我放开朕！朕，现在小孩真是无法无天啊！好，就算你是皇帝，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快跟我道歉！朕不说，你给我放开朕！美人，干嘛呀？你小孩，你什么人啊你？皇上，对不起。皇上，二位下客，皇上乃千金之躯，请您放过皇上。上。来，不说，休狗最大声！姐姐，什么姐姐？姐姐在这儿，在这儿，姐姐啊！哎，你说走了，在大街上你欺负小孩，你好欺负！喂，你也躲着点啊你！怎么了？没事，发传单吧。芳芳，我传单都发完了，棒棒。我虽然发了一半，但昨晚我在网上发了电子版，效果应该比他好。黄辉，你简直就是卑鄙！你们两个都很棒。哎，有你们陪着我，帮着我，我真的是好幸福啊！你今天有空吗？有空，要不我们仨？要不我们两个去逛逛街吧？我都好久没有去买衣服了。多此一举，老板都不看你，穿什么重要吗？王辉，怎么了？洗耳恭听。没事儿，你要是闲的没事儿的话，就把这些传单都发完了再回家吧。人犟。辛苦你了，我们下次再约啊。走喽。峰峰，你看这条和这条，你觉得哪条好看啊？对不起啊，只顾着自己挑，都没问你想要什么。都挺好看的，不关你的事儿，快挑吧。这样吧，你挑一个，我送给你。这个就挺适合你的，就这个了，我买给你。这么大方，必须的。那我可不客气了。什么？我明明放这儿了，你怎么能让别人买走呢？对不起，小姐，我们也没太多留意，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所以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哎呀，算了吧。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是个男人。男的？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是又高又瘦，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是的，是的，肯定是他。哇，哎，小姐，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请问您还要不要啊？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李欢，真的是你吗？剩我独自面对。
冷的。不会吧？这怎么回事啊？这没事，摔的，是啊，没事，别多管闲事了吧？算了算了，哎，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呢？怎么都走了？别管，别管。地是滑了点，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救我！哎，这是谁的人？赶紧过来认领了！我不认识他。帮帮忙，我走把他挪走吧。哎，先生，帮忙大帮手吧。你看这。算了，日行一善。小公狗，你醒了？你没事吧？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摔这么大跤，连个片子都没有拍，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我去投诉他。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静静通知我过来的，她去办手续了。难道是我花眼了？如果是李欢的话，他不可能不管我的。谁不管你啊？来，喝点水。我自己来。哎，对了，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小公狗，是你宠物吗？对，宠物。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哎，它在哪儿啊？它……但愿他不是在跳插床舞吧？插床舞？嗯，就是，咦，对，我干嘛多管闲事，惹得一身晦气？流得我一手口水。你的手怎么开始老化了？好严重啊！你还不去看病啊？你不用怕，我不是坏人。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走，我带你去看看。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老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你了。不行！你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甚至发生异常状况？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暴毙的。我知道了，不用怕，我知道，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走。哎呦，好疼！怎么了？这哪疼？哪？好疼啊！真的。那怎么办啊？他经常这样，一会儿就好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还可以。
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我去帮你登记。哦。那你就先过去，我在那边等你。为什么？这儿就有椅子呀，为什么要去那边？把你正确号码存进去。哦。好吧，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喂，阿宇，你在哪儿？你好，报一下号。来救我！填一下单子吧。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嗯，人呢？吓死我了你！怎么了？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皮肤又开始老化了？哎呀，别说了，赶快走，赶快走啊！不是老大，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让他赶紧过来？啊？不用打了，电话来了。喂。喂，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会暴毙的，你知道吗？好了，我知道了，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了，再见。什么怪人呢？不是怎么回事？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吗？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哎，你别流口水啊！你把嘴闭上！哎呦，求你了！就麻烦你们了。他怎么会这样？他刚才在商场摔倒，后脑勺着地，给他做个 CT 吧。好。哦，这个，他的包。先生，你的手。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什么怪人？希望他没事就好。什么味道？好香啊！我可以喝吗？不可以。当然啦，刚才还说等你一起喝呢。那我就不客气啦。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冯峰准备的，但是这么多他一个人也喝不完，你以为他是水牛啊？我就是不知道冯峰喜欢喝哪种，所以让我爸爸拿手的都做了，让他尝尝看嘛。亲爱的，你可千万不能嫁给他。你要是嫁给他，天天都得喝汤进补，那不得水肿、脸肿、脚肿，全身都肿，一定会胖成一只猪的。别喝了。哎，切！你，我宁愿把自己喝肿，我也不能浪费水资源啊，对吧？好啦，这些都是黄辉和他爸爸的心意，麻烦你爸爸了，真不好意思，替我谢谢他，也谢谢你，真心的。你的真心我收到了，以后别再说谢谢了。什么情况啊？我爸说你后脑着地，要喝点猪脑补一下。猪脑？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都被你喝完了。对啊，我近视。你，亲爱的，这种男人真的不能嫁，太小气了，肯定会亏待老婆。我小气是吧？小气给你看，来吐出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不仅很小气，你还很恶心。就恶心了，怎么着？吐出来，你吐出来。哎呦，你们两个大活宝逗我开心，陪着我笑，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喽。没事就。
你好。什么？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办事情总要有规章制度的，法律保护的吧？不能你说我店的生意不好就让我搬走啊！多付1倍的违约金，哼，我就一句话，租约到期我一定搬，不到期一切免谈。店怎么了？业主要提前解约，尽快腾出店面。什么？太后娘娘，小人好想你，你出来抱抱朕呐！太后，你出来抱抱皇上！不是，我们怎么才能禁止窑洞，把太后娘娘救出来？皇上，这边！我要我的梦！你们3个给我冲我要母后！柳儿一定会把太后娘娘的肉身带出来的。去！哎呀，走！怎么又来了？有没有搞清楚啊？赶紧走！队长，站好了，这么松，怎么做保安呢？摸这儿，有感觉吗？有。这里，有。队长，咱们保安还讲究这个吗？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真顽皮，队长。我吧，这1年多是没有锻炼啊，这个肉是有点松，但是我因为恰恰意识到了，咱们保安这个职业是伟大的啊。他那个身材只是用来唬人的，主要看身手。队长，身手啊，我给你来一下子。嘿。好，不错。队长，你看我，不错啊！我呢，从小就周游欧洲各国，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哪个国家我没去过？那些大型的典礼我都参与了，那些保镖我全见过，都见过。我跟你说啊，至于那个黑手党。铁哥们儿，队长，你这样看咱们应聘，别了，兄弟，我这里都是菜市场的小保安，1000多块钱1个月。不是队长，队长，你再考虑。要不这样，聊点别的呗，啊，好吧？不，不，好啊。那别了，队长，你再拍我出去了啊！队长，我得出去了，我不行了，这个留个电话给我呀。队长，闭嘴！哼，臭流氓！我牛宝宝，你还以为你是叶家3少吗？还什么意大利黑手党？你真是个鬼呀！大哥！叶波。大哥，放手！我少了这1年多的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呀，大哥？我可找着你了，这1年多你跑哪儿去了？大哥，放开我！不。